大家好，我係老晉。今次想同大家講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造嘅桂河橋同埋新加坡嘅恥辱之戰。新加坡嘅陷落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東南亞戰區中一場關鍵嘅戰役。大日本帝國陸軍咧喺1942年2月8號至到15號間咧攻擊，而最終成功佔領新加坡島。戰鬥開始之前咧，日軍咧大約有3萬人咧就喺山下奉文中將嘅指揮下，沿住馬來西亞半島南下嘅。守衛嘅英軍咧就錯誤地認為咧就日軍係冇辦法喺呢個叢林地形通行嘅，但係咧日軍卻迅速咁咧係以單車前進啊！英軍嘅防禦咧就好快被日軍包抄。英軍咧喺馬來半島同埋新加坡咧，其實有成13萬嘅軍人㗎，由英國陸軍馬來亞總司令白思華中將指揮。咁日軍咧僅以傷亡約5000人嘅代價咧，斃傷同埋俘虜咗英軍咧85000人嘅，就成為咧英國軍史上一個最大規模嘅投降。佢就可謂以少勝多。桂河大橋咧係有着悲壯嘅歷史嘅死亡鐵路，位於泰國嘅北碧府。從曼谷出發咧，開車嘅車程就大約係2至3個鐘頭到啦。咁二次大戰時咧，日軍就為咗提供緬甸戰士嘅補給，所以咧就決定修建一座從泰國曼谷到緬甸仰光嘅鐵路。咁呢條鐵路咧所經過嘅路徑咧都幾險峻嘅，咁英國人都曾經勘察過嘅，咁因為地勢兇險咧，咁所以又放棄咗咯。咁但係日軍咧就因為戰事所需，佢利用大量嘅戰俘，不計生命代價，將原本需要6年先至完成嘅鐵路咧，只係用咗17個月就完成咗415公里嘅泰緬鐵路。工程總共係動用咗62000多個英國戰俘，仲有數十萬嘅民工。咁喺戰爭結束時咧，死亡嘅人數咧係將近10萬嘅。咁死傷嚴重嘅原因咧，唔只係因為地形嘅險峻啊，而係因為咧勞動嘅環境太差。咁所以咧，每一個公里咧就大概要用咗200條以上嘅性命咧去換嚟嘅。咁順帶一提咧，就係上世紀60年代咧，英國人咧就拍咗一套相關嘅影片。咁內容咧就描述英國戰俘軍官同埋日軍俘虜營司令嘅交集，由敵變友，而策動咗戰俘們咧去完成建造呢條大橋。咁最終咧係由盟軍派出突擊隊咧就將佢炸毀。咁其實咧就與事實咧係極之不符嘅。咁其實我都唔知道咧嗰個影片咧係想交代啲乜嘢，想遮醜咩？但係咧最終條橋係真係建成咗。盟軍咧曾經派出飛機轟炸咧，就以咗日軍嘅運輸物資，但係最終咧都係保存至今。戰後咧，日本咧就曾經出資修復作為戰爭賠償嘅，但係邊個去悼念死去嘅民眾呢？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歡迎大家喺下方留言討論。我係老晉，下次再見。